好，咁第14題啦，佢就話從量稅減半，佢嘅稅項收入都會減半。咁個稅項收入其實係稅乘翻個交易量啦。咁其實即係講咩咧？即係呢度減一半嘅時候，成嚿嘢都減一半。咁點樣做到咧？就係 Q 唔變嘅情況。Q 唔變即係點咧？其實即係得一種情況啫，就係 S 係完全唔變，完全冇彈性嘅情況。因為 S 係完全冇彈性咧，你透過稅咧係冇辦法令到佢短時間內可以改變到佢供應去調整到佢嘅價錢㗎。所以佢嘅供應係完全冇彈性啦。你嘅稅咧先會只係佢一個生產者自己食晒。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會令到乜嘢咧？如果佢完全冇彈性嘅話咧，你徵收稅同唔徵收稅，佢嘅 P 都唔會改變嘅，唔會改變，佢嘅 Q 都唔會變，因為供應量等於需求量嗰個點推落去嗰個交易量唔變。咁如果稅由 T1 即係咁闊嘅 range 跌到得翻 T2 咁闊嘅 range 嘅時候咧，其實佢乘佢 tax 乘翻個 Q 嘅嗰個面積咧，其實直接就減咗一半咯。呢個效果就做到佢個 tax 減半嘅時候，稅項收入都減半嘅唯一一個可能性，咁就係 B 啦。